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你藏在尘封的位置。要不是这样，我怎么过一辈子？我住在霓虹的城市，握着飞向天堂的地址。你可以翱翔，可是我只能停止。台语真认同，愈讲愈认同。大家好，贵边。大家好，我华视在地新闻的主播林玉珍。俗话咧讲，看戏空，做戏戆。看戏空，做戏戆。是，意思就是讲吼，演员吼，演戏的时候，演较做认真咧，做拍拼，啊，观众咧看戏的时阵吼，嘛家己感情投入内底。这个搬戏的人，甲看戏的人吼，拢真投入，总是好过讲咱咧看的人出戏啊无投入，总是较好吧。话戏就是安尼嘛。对啊。有当时啊，你也无对这部这出戏无感觉啊，你难免看到一半，你就安尼硬气，啊，看唔知伊咧讲啥，啊，你最近有啥物？最近做印象较深刻的这个电影或者是电视剧无？最近做个国片。国片电影。譬如讲高味，这我知。花艺，过来。亲爱的房客。亲爱的房客就是厝卡啦。是厝卡。票房嘛袂歹。袂歹，票房嘛袂歹。啊，过来。还有一个是刻伫个你心内的名字。刻伫个你心底的名字。心底的名字。我听讲哦，这出戏的主题曲就好听的，比这个电影本身更较红。是，我感觉吼，因为这个是卢广仲唱的，哦，伊唱甲足有感情的，啊，听到哦，这是蛮好的，要好哦，流目屎啊，听甲流目屎啊。啊，伊这出戏主要是咧讲两个查甫囡仔，啊，互相是对方的初恋，啊，其实吼，咱讲到刻伫个你心内名字，伊个主题曲叫做刻伫个我心内的名字。啊，这条歌吼，其实吼，咱讲到这吼，咱就是要来做一项代志。做一项代志。这项代志就是讲，这种难的嘛。咱身边的吼，伊就讲吼，伊要甲这个华语词吼，另外写台语文，啊，有内底有一点仔翻译的。内底啊，佮加一寡家己迄对初恋的看法啦，啊，放伫内底两个交做伙。伊摕这个刻伫我心底的名字，这个刻，然后要来做台语词就对。是啦，台语词就对啦。我甲你讲，你已经做好啊。是。咱两个拢有看嘛？赞，够好听。啊，伊有啥物要安尼做？啊，这做这个台语文的词有啥物美感？有啥物撇步？是。咱今日特别邀请到咱的编的，甲大家来见面。啊，先甲大家讲，写这个台语歌词的啥撇步？美感甲撇步。是。所以说落来，你变装一个。你变装一个，你变装一个，啊，我今晚要烫咯。你变装一个，啊，连你甲咱的编的做伙来出现。啊，我唱华语，伊唱台语。啊好，来做伙来看。咱讲到写台语歌爱有啥物的撇步吼，咱即马就欢迎华视调台的小编跟台语真认同的小编来跟大家分享。咱欢迎小编耶！大家好，我是迄个调台袂重要的小编编的，啊，佮有台语真认同的即个小编安尼是。啊，写台语歌词有啥物撇步？其实讲撇步嘛无影啦，因为这个写歌的这个人物一开始是滚一边交代互我的嘛，啊，我就咧想讲要安怎写才会当，因为伊原底华语的歌词毋是较具体的即款写法，所以我咧想讲咧写的时阵想要用较具体的方式，啊，毋过因为我足介意原底华语要表现的迄款，就是虽然讲你思念一个人无简单。啊，毋过你有愿会当去承受这款思念的情绪，所以讲，原底的歌词我轻一拍出来，啊，改编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安尼。哦，所以你有一部分是照翻，嘛无算是照翻，应该讲有参考伊的意思，啊，毋过搁用台语的语法搁读，安尼搁读。了解。写歌这个物件，毋是讲干那靠文字的技巧甲经验安尼是，像我这款呢，就是经验较无像顶的迄款专业的作词的老师，啊，我要安怎，互我感觉有感觉甲动力去写歌，所以就是正经爱讲撇步，就是我家己爱有迄个
体会这个思念一个人的感情，我才有法度写落。是，啊，佮有啥物撇步无？咱即马少年辈，家己咧听台语歌，可能较无像较早咧注重的一件代志，就是抖音的问题。较早的台语歌会注重一项代志，就是你台语的 melody 甲迄落歌词，要有合作伙的感觉。啥物合作伙咧？一句歌词，你咧讲，你咧念，啊伊的音调的变化，甲伊咧唱的时阵的 melody 是相像的。若讲到即个实际上即个歌词甲 melody 有合起来，即个我想要听一个较新的，可能你甲少年朋友拢较听到的歌，你爱唱的迄个。阮一支一支一支来点，酒一杯一杯一杯来打，酒一杯一杯一杯来打，嘿，就是较接近咱平常时用念的用讲的即个方式。所以就是，若要讲到即个 melody 甲歌词有合起来，即个我想讲应该会使互大家较知影讲，即个歌词甲 melody 合起来，这感觉是啥物回事？是。安尼吼，你今仔改编的即个歌词吼，来唱看嘛，伊迄到底唱了安怎？啊，你改编的你来唱。好。我经海边，日头做起，无缘对你讲明阮心意，要岁月做无勇气。Gentleman。每日思恋只有阮家己，无法记你藏在心内的空虚，像冷风的声音落几暝。用纸笔写出你名字。不敢受感是不着是，回头看你遐，就像风彼一里。不知你快乐也是悲，受着你叫阮无法喘气。虽要搁分开，阮犹原会想死。用纸笔写出你名字，哪咧唱久远的歌词，互思念的滋味，伴阮到每一暝。看路灯闪是那天星，不知伊要引阮去倒位，踮孤单的城市，搁有阮坚持。想你。啊，是观众朋友吼有兴趣要改编伊落华语的歌，做台语的歌词，安尼改编的话吼，咱会拢会当按照较大咱小编咧甲咱讲的迄个撇步甲闭关吼落去改。嘿，安尼后礼拜这个时间继续支持咱的台语真练刀，拜拜。嘿，朋友。台语真练当伫 Podcast 嘛听会到哦。每礼拜甲你开讲讲世事，了解新的消息，搁听我来学台语。即马用 Google， 用 Apple， 拢会使听到阮的节目。赶紧看我每边，我恁就顶，做伙来听台语真练刀，互你台语愈讲愈练刀，耶！